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丁亚珊，欢迎收看7月13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巴拉圭总统下晡伫副总统陈建仁担任市长赖清德等人的陪同之下，来到南科参访。会中除了南科员工热情欢迎，各组出动机器人提出两国的国旗，来增加双方友谊，场面相当热烈。副总统陈建仁下晡伫市长赖清德陪同，先来到台南科学园区天困等待外宾到场，一直到15分钟后，巴拉圭总统伫警会戒备之下，直达入南科，就一一接受员工热情欢迎，连机器人嘛拢动员提起两国国旗，象征友谊、久久长长。Señor Presidente y Señor Vicepresidente, soy un robo industrial. Trabajo en salas limpias de alta tecnología. Gracias por dejarme salir. Sonreír. Lo proyectaré en la pantalla del televisor.不过，其实为了这场参访的任务，警方的神经真正平平安安，因为传出反对年金改革的团体将动员抗议，加上外宾总统要来，所以警方动员将10名警力来维安，将南科园区的周边严格戒备，袂当有任何时间差。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维管大楼台地市场，一直到今仔日，规年幸福大楼的升级中建工程，自2006地震发生到今，市府运用各界善款所进行的中建工作，已经超越外界的期待。市长赖清德表示，希望日后大家回忆这场灾难，不是伤亡有偌济，而是台南人的团结勇气，甲各界满满的爱心。一当推。开地平安金清帝国，二当推，当过顺利。2006地震当中放落去的主要一栋一项主体，也是幸福大楼。兄弟市长赖清德等各界代表的见证，将先进行地下室拆除工程，预计今年9月完成。另外，主体部分嘛预计108年将会完成，4月就当入厝。面对这项期待协调真久，会当原地中建的结果，受灾户上午嘛拢出席动土典礼，就满心的感谢。现在的心情很高兴啊，也很感谢那个市长帮忙我们啊，没有市长，我们的壳也盖不起来了，对啊，大家心情都很好啊，期待很久了。幸福大楼掀起工程今天动土。这代表了社会对我们台南市的关心，所捐赠的善款，我们都充分运用，让他们的善款呢可以充分用在我们受影响的市民身上。那今天幸福大楼动土之后呢，预计108年4月就可以入厝就可以搬进来。那也等于是说地震之后受到了影响，需要重建的部分大体上都已经。有些是规划完成，有些是已经动工，都很顺利的在推展。根据了解，原幸福大楼12号的客家只有6号同意原地中建，另外6号无同意。同意6号最后各有2号退出，等于未来这栋大楼只有4号，计出来2号才由市府收购，提供民众购买。消息指出，已经向当地民众表达强烈意愿。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测试三角龙甲上主星有线电视电脑制作的共签速度甲品质，是毋是有符合申请的内容 ？NCC 南区监理处特别来到有线电视查验，各自抽查11点，并且分别伫13号甲14号完成查验的动作。三角龙甲上主星有线电视伫105年以前，因为有新增加，也则是变动的共签点，所以自顶礼拜到今，陆续接受 NCC 电脑制作的查验。
测验共签的速度甲信号的品质。对此，三广有线电视伫7月13号完成测验，伫上主村有线电视这是预计伫7月14号完成。我们这次电路出租的查验，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在105年度之前的电路出租，一共增加了201个 node 的一个光接点，来做一个检验。那这部分包含了接取电路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 CMTS 的一个上线的部分的一个接取电路，跟中继电路，也就是说，我们租赁给其他固网业者的一个线路的一个查验，那会分成2周来进行查验，那一共查验了接取电路一共查验了5个点，那中继电路一共查验了20个星数。那预计在今天会完成结束。那查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关节点都可以提供给接取电路、中继电路的一个租赁使用。另外，为了带予顾客更较悬、更较紧的网络速度，保证基帮也加载做线路甲信息的建制，为了将提供客户更较多元的选择。台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咸水地区有真侪充满历史意义的古厝，所以市府为2当前实施历史街区计划，进行相关道路景观改善、甲古厝门面的整修。其中全市31号咸水就占了19号，而且整修以后的建物唔那美观，佮经观光客的注目，嘛互参与计划的厝主相当满意。为了解单市历史街区的景观改造甲主体门面的整修，市府文化局特别来到去年拄修好完成的咸水老厝，嘛是100年药房。同时，咸水为例表示，今年申请通过改造老厝已经有30栋，呈现倍数成长。我参像第1档实施，因完全免费住户颠倒行行，目前改造成果已经普遍得到住户认同。以前就是老的房子也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啦。经过他们文化局的这一次这个帮忙他做的也是蛮好的，把我们那个特色表现出来所以很谢谢文化局把我们那个改造的这么漂亮其实对着府下民国60年进前的老厝来讲，其实改造以后，不止厝体门面的结构变健康美观，无影响生理，而且更起游客注目。所以文化局嘛借出号召更较侪府下住家厝主拢加入保存的行列。在101年7月，我们通过了台南市历史街区振兴自治条例之后，那在这个条例里面有几个计划，除了巷弄的整理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就是这些老屋立面的一个整理了那这2年，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有30栋的老屋立面的一个整理。那盐水地区其实是目前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了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来年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老屋立面的一个整理，让古都之民透过这些老屋的再现能够更彰显它的一个古屋这个古都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氛围。经过发表会中，市府秘书长李梦燕嘛专程告诉关心，希望民众珍惜历史老厝的资产。市府迈进专力，对点到线到面有计划一步一步改造。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代心理学为了让更较侪人为轻松的游戏当中，学习到心理学的奥妙甲趣味，特别设计适合学生喜意的密室解谜游戏，以日本特色为故事背景，并加上心理学的元素，让参与的民众会当一边耍一边学习。由新代心理系用心设计的《夏季奇缘》，以日本史实作为故事背景，要让参与的民众伫咧小小密室当中，用家己听的、看的、摸到的感官去感受当中的谜题，并运用家己的用心体会去解答。同时，现场也有工作人员会用专业的心理学角度去分析参与者的行为模式、甲个性等等。那在科学方面呢，这一次因为是在亚太视觉会议的展览，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戏里有要介绍3种不同的科学的面向，一个是视觉
另外一种是触觉，第三种是材质的辨识。因为这个活动是由日本的，就是多元质感知一个研究质感的研究团体所赞助的，所以我们想在台湾推广质感的研究。所谓质感，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手触摸的时候对那个材质的感觉，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滑是粗，然后它是更高层的，比如说它是高级或者是它很粗粝的东西，都是会透过视觉、触觉跟甚至声音，比如说我们敲打材质，就会感觉到的材质是由塑胶或是由金属所产生的。所以说是以这种各种的面向，然后让就是玩家能够了解质感是什么。活动对7月13号到18号，每一届算游戏的时间大约1点钟。会当借由游戏考验参与者的感官甲思考能力，以及进行时阵的心理状态等等。参与者无年龄限制，欢迎民众会当自由组队来到成功大学社会科学院2楼来体验看卖。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扣关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去年 MIT 相关产品伫知名量贩通路创下6500万的营收。业者今年各种目标提高到1亿的金额，而且购买 MIT 商品，会员各送5倍的红利。希望以实际的作为支持台湾优良产品，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MIT 冲破1亿！去年 MIT 相关产品伫台糖量贩业者通路创下了6500万的营收。业者今年竞将目标提悬到1亿的金额，规划出购买 MIT 商品会员红利5倍送的活动，希望用实际作为支持台湾优良的国产产品，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全省有5家大的量贩店跟5家超市，为了推广呢，我们台湾 MIT 的商品呢，特别举办这样一个活动。那在活动期间呢，我们有红利5倍送的一个大的优待哈。那当然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那去年呢，我们总共有50家的 MIT 的厂商，总共有1054项的商品。那去年的我们贩卖有这个 MIT 商品的营收呢，大概是6500万。那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亿元。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台湾所制的商品呢，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得见。那这边呢，也呼吁呢，希望我们台湾呢，更多的厂商呢，都能够加入这个协会。为着要方便消费者，业者佮特别伫咧卖场内底设置了 MIT 专区，以特别的方式，予顾客选买，并且规划了脸书打卡抽奖活动。民众只要打卡传起到台糖量贩粉丝专页，留下就爱 MIT， 都有机会得到市价将近5000块的旅行箱。主办单位欢迎大家会当做伙用行动来支持优良的台湾制作商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大唐中营酒店10号上午以传奇为主题，进行新下任总经理交接典礼。其中下任的总经理郑东坡将会任中营总部，并有家人中营酒店的总经理吴建明接任，场面相当温馨。虽然影片才短短6分钟，不过却是大唐中营酒店伫台南13档所累积的成果。
其中甚至创造全国第一间公办民营酒店伫上短时间营收，连续3档拢得到国策评鉴，以及坚持公益典范的3大骄傲。伫现在拍下10外档基础的总经理郑东坡将回到中营旅业的总部，加入伫中营体系有26档主力的5件美家电。会中团队以基盘为设计，进行率引交接，向前团旗开创新局。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其实看不到，就是说也不知道认识同事，然后所有的部分贵宾我也不了解，那其实在整个营运比较困境的情形之下，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五味杂陈，但是这10年3个月的走过来，因为有各位的相伴。我时常在心里面，虽然我要离开台南，但是到现在我想到就是什么？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有各位的相伴，有各位的扶持，有各位的长官、好朋友，有各位的这些企业先进，不断的鞭策我，不断的激励我。会中社会局长刘淑慧嘛代表市长出席祝贺肯定因打造公益组织的平台。因为我是社会局，那过去又在民间的社福团体服务了很长的时间，那跟郑总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结缘啊，也是在民间就是南家福中心的时候结下一个很棒的这样子的一个缘分，那也结下这个公益的缘分哦。时任总经理吴建明表示，伫现况竞争激烈市场，除了发自内心的服务来打造有温度的企业，嘛将结合在地资产，再创集团梦回目标。我们为了要结合整个文化中心，还有我们的巴克里公园这个绿色廊带，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真正的一个低碳乐活的旅游方式。那这个低碳乐活的旅游方式，也结合了我们的客房，还有我们的相关设备。那今年我们的9月预计要打造一个太阳能板的这个电能的一个储蓄的一个装置。我们希望在这个减少这个碳排放量，那甚至能够维护整个地方的这个优质的生活环境。伫所贵宾的共同见证，马基台大堂中央酒店再创佳绩，为台南优质的观光旅馆业尽一份心力。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7月16号将要伫台南文化中心办理博览会，来呈现旧年度每一项课程的学习成果。现场总共有40个学习摊位，甲15个动态节目，欢迎民众来体验这场丰富多元的知识飨宴。在地办学已经迈入第17档的台南社区大学，今年初因为延平国中的办学大楼拆除，因此刷到后甲甲大成国中。新校区的开设之下，台南社区大学也将要举行今年度的教育学博览会。无论是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者是结合生态保育议题、深度报道等等，伫7月16号活动中间，文化中心现场40个单位当中，拢会当看到因学习的过程甲成果。这次的教学博览会的意义呢，就是在我们希望能够均衡这个区域的发展，然后所以呢，结合我们的课程，我们有40个摊位，然后还有15个动态的表演活动，那都是由我们的课程师生呢一起来创发设计的。然后所以在当天呢，也会带着大家去闯关，然后就看舞台上面的表演，然后来做一个整个的比较全面性的一个学习这样子。然后时间呢，就是在我们的7月16号的下午3点20分的时候开始，然后就是非常欢迎朋友们、民众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年度将要开办的课程，增加了真侪亲子会当做伙参加、做伙同乐的课程，就亲像肚皮舞，有真侪妈妈会带着查囝做伙参加、做伙练习、做伙成长。社区大学也希望会当借此，互更加侪介意继续学习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做伙快乐成长。台南新闻网赵采访报道。是个文创园区连续多年办理夏日艺术季，今年以《聊斋志异》当中奇幻的鬼怪作为创作主题，希望带给民众无同款的氛围。
十个文创园区推出2017年邀旨的活动，以中国古典文学《聊斋志异》的故事来进行创意发想。伫咧园区内底设计了侪充满奇幻氛围的艺术创作，互来现场佚佗的旅客会当有无同款的特别的感受。那这一次的灵妖季，我们把它整个范围放得很大，就是除了有艺术家的进驻之外，我们有五毒的装置艺术，那也有跟《聊斋志异》有关的一些故事，像画皮的故事，有纸雕的艺术，那《倩女幽魂》的故事，我们有互动的装置等等的，甚至呢。我们还为了这一次的活动，特地设计了一些灵妖餐、那灵妖语等等之类的，就是孟婆饮啊、龙门茶这些比较特殊的部分来去做结合。甚至我们还邀约了就是很多 cosplay 的一些参赛者来举办的一个 cosplay 大赛。在这段期间，活动期间进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去跟他们做互动。那我们在园区里面有很多的装置艺术，把整个氛围做得很棒。那甚至包括我们的表演里头，也有把整个灵妖的感觉都把它融合在里面。除了奇幻的装置艺术，园区内底餐厅也配合活动，推出妖灵节的相关餐点，一连串精彩活动设计，相信会当让消费者更加一个暑假会当好佚佗的所在。等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第17届的南方影展将伫11月17号到26号。伫台南成功影城举办，历经特别发表文宣的设计品，同时公布今年创下真件数量623件的新纪录，邀请民众到时做伙来响应这场盛会。举办第17届的南方影展，这次对外真件的数量创新高，有高达623部。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等10外国家的作品参赛。而今年的主题背景特别选用古城的砖仔色，代表南方影展伫卖力国际的同时，也亲近台南。16年走过了，就如同这一次的视觉，这16年来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大家都共同携手越过。那今年第17届，那其实遭遇到的困难其实并不输给往年，但是协会跟在座的各位好朋友，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希望把南方影展这一个实现很多人梦想、理想的一个平台，能够把它建构得更完整，能够更往前迈进。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视觉充满了那种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接受挑战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在中华共有文教协会的协助之下，2017年的南方影展将以台南成功影城作为放映的场地，预计有超过30场南方奖入围的影片。主办单位希望借此，让成功影城甲南方影展成为台南人认识艺术电影甲独立制片开发的基地。但新闻掌声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温度28度到33度，然后进入四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7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